阿美族传说，射日彩虹。远古时候，天神有2个孩子，儿子叫夫拉，女儿叫基达尔。天神命令兄妹俩轮流照耀大地。夫拉成为太阳，基达尔则成为月亮。天神希望2人合力工作，让阿美族人在日月交替中无忧无虑地生活着。但懒惰的夫拉只喜欢到处游玩，荒废工作。天神很生气，决定要废掉夫拉，让基达尔代替太阳的工作。从此之后，白天虽然有了光亮，夜晚却变得一片漆黑。有天，天上突然出现了2个太阳，原来不服气的夫拉回来了。大地越来越炎热，族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，有个叫阿德格的神箭手，便带着7彩钓竿和弓箭去征讨太阳夫拉。经过好几天不停的赶路，终于来到离太阳最近的山顶。到了隔天，认真的基达尔一大早就升上了天，但懒惰的夫拉到了中午才慢吞吞的出发。就在夫拉要升上天空时，神射手的7彩钓竿勾住了他。阿德格马上向夫拉射了好几箭。受伤的夫拉消耗了很多的光与热，于是夫拉就变成了月亮，而阿德格的7彩钓竿就这样永远的留在天上，变成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彩虹。夫拉的作为使得阿美族男性地位一落千丈，演变为母系社会。神话解释了月亮的由来和阿美族女性的社会形成原因，并警告世人，为人不论身份高低贵贱，都应当安分守己并认真的工作。故事结束啦。